嗱，講起名錶奢侈品，點少得勞力士啊？之前咧我哋就講過愛馬仕6代家族傳承 ，Chanel 背後低調發大財嘅韋特海默兄弟，仲有神秘嘅羅斯柴爾德家族。今日啦，輪到勞力士啦。大家肯定好奇啦，咁打得嘅牌子背後究竟係邊個操盤呢？係邊個低調嘅富豪，定係歐洲老牌嘅家族啊？嗱，我同你哋講之前咧就聽過各種猜測五花八門喎。有人話幕後咧就係隱形首富，有人話就係羅斯柴爾德嘅分支，仲有人話肯定係邊個皇室喺度撐腰啦。嗱，今日正式闢謠，全部都唔啱。勞力士嘅金主故事啊，簡直係奢侈品圈嘅一股清流。聽完保證你跌晒下巴。嗱，先同大家講個背景啦。我哋之前講嘅嗰啲奢侈品牌咧，大多都係家族控場嘅模式喎。愛馬仕咧就係6代人傳落嚟嘅 ，Birkin 包、Kelly 包賺嘅錢咧入晒係家族口袋，雖然近年就俾個管家呃走咗。而 Chanel 背後嘅韋特海默兄弟咧，身家豐厚，靠住品牌咧持續收穫高額回報喎。而羅斯柴爾德更加唔使講啦，金融界嘅老牌家族，投資版圖遍佈全球喎。咁呢啲品牌背後嘅掌權者都係實實在在嘅家族喎。經營嘅核心目標之一咧，就係令到家族財富不斷增值，代代相傳。但係勞力士唔一樣啊，佢行嘅係冇股東、冇家族、純公益嘅神仙路線啊！呢一切都要歸功於佢嘅創始人漢斯威爾士多夫，一個由孤兒逆襲成製錶大王嘅猛人。漢斯咧1881年就出生喺德國嘅巴伐利亞，12歲就成咗孤兒，爸媽留俾佢家產咧就俾佢啲 uncle 們敗晒，所以佢自小咧就體會到財富係靠唔住嘅。後來佢遠赴瑞士學製錶，又輾轉到倫敦創業。1905年同妹夫戴維斯合夥開咗手錶批發公司，到1908年正式註冊咗 Rolex 商標。呢個真係一個十足嘅創新狂人啊！1926年推出咗第一隻防水防塵嘅豪式腕錶，仲特意邀請女泳將帶住手錶咧就環到英吉利海峽做宣傳，一時間名聲大噪咯。咁到1931年又發明自動上鏈嘅行動機芯，直接改寫咗成個製錶業嘅格局。而佢最令人佩服嘅咧，仲係長遠嘅格局喎，早早就落定決心，唔可以俾勞力士淪為個人或者某個家族嘅私產。咁到1945年啦，佢就成立咗漢斯威爾士多夫基金會。1960年離世之前，佢就將勞力士100%嘅股權一分不留，全部捐咗俾呢家基金會啦。嗱，咁樣嘅做法喺當年嘅奢侈品行業入邊，絕對係前所未有嘅。咁有朋友就好奇啦，咁咪即係披咗張羊皮嘅家族辦公室？其實咧兩者差別好大嘅喎。嗱，家辦嘅核心咧就係為咗豪門去打理資產，惠及後代，就好似羅斯柴爾德嘅家族辦公室咁啦。核心嘅目標咧就係守護家族財富，令到資產咧就不斷增值，而收益咧最終都係歸家族所有嘅喎。但係漢斯創立嘅呢個基金會咧就冇任何嘅私人受益人，既不依附於某個家族，亦都唔會將企業嘅利潤裝入個人嘅腰包。嗱，佢更加似係勞力士專屬嘅終身監護人啦。咁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會攞佢嚟同比爾蓋茨基金會嚟比較啦。其實兩個嘅定位又唔同喎。嗱，蓋茨基金會咧就依託個人財富設立，係純粹嘅慈善機構，本身咧就唔經營實體企業，主打全球公益，而且計劃喺限期內收尾。而勞力士嘅基金會咧就係品牌唯一控股方，佢嘅首要任務就係守護勞力士嘅品牌穩步長久發展，依靠腕錶經營嘅收益咧開展公益事業，而且會永久存續落去。而家勞力士嘅治理結構咧就特別有意思嘅喎，基金會董事會一共有8個成員，嗱，冇所謂嘅威爾士多夫家族繼承人，都係日內瓦當地嘅公證人啦、行業專家同埋社會名流。嗱，佢哋嘅角色咧就唔係傳統意義上嘅老闆，而係品牌嘅守護者，負責選聘管理層、制定發展戰略，死守住底線啊，令到勞力士唔俾資本收購，唔俾短期嘅利益裹挾。好啦，講到呢度你又會好奇，咁如果呢8位守護者入邊有人因為退休啊、健康或者其他原因唔可以累積，咁替補點算呢？其實咧喺瑞士私人基金會嘅法律框架下邊，漢斯威爾士多夫基金會早有明確嘅章程啦，空缺席位就由現任董事會成員集體提名並投票選舉產生。通常咧就需要2/3以上多數同意先可以通過㗎，而候選人一般延續創始人嘅傳統，優先考慮同日內瓦有深厚聯繫、對製錶行業有深刻理解並且認同勞力士品牌價值觀嘅專業人士。嗱，比如好似之前嘅董事會主席 Costin Van Berchem 就係日內瓦知名嘅公證人，新任嘅董事長 Nicholas Bonchwick 係日內瓦本地知名家族繼承人，同時亦都係奢侈品行業嘅資深人士。咁呢種內部輪選機制既可以保證決策嘅連續性，又可以確保新成員同老成員一樣，將守護勞力士長久發展作為首要使命，而唔係為咗個人利益。
咁勞力士咧就將賺到嘅錢一部分持續投入生產線嘅升級、技術研發，淨係2007到27年咧就計劃攞出64億嘅瑞士法郎深耕技術喎，而剩下嘅資金每年大約3億瑞士法郎，折合人民幣23億左右就全部投入公益事業啦。咁幫扶嘅範圍都好廣泛㗎，涵蓋咗醫療救助、職業培訓、文化保護、生態環保，就連當地嘅體育事業都有贊助㗎。嗱，你諗下，其他嘅奢侈品品牌望住上市圈錢、股東分紅、玩轉資本運作，勞力士咧就可以沉下心嚟穩步發展，完全唔使睇資本市場嘅面色。由創立之初，佢就定落咗規矩，做生意唔係淨係賺錢，更加要長久立心回饋社會。漢斯威爾士多夫呢世人啦，由孤苦無依嘅少年，一步一步打拼出享譽世界嘅製錶帝國，最後又將所有嘅成果回饋俾社會。呢種為使命而非為利潤嘅運營模式，亦都難怪勞力士可以一路長紅，穩穩企喺行業嘅頂端啊！咁關於勞力士呢個特殊嘅金主故事，你哋之前有冇估中呢？歡迎喺評論區講下你哋對呢個基金會模式嘅睇法啦！